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 127.56， 按周微升 0.17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 134.42， 按周微升 0.01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 132.84， 按周升 0.83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 116.14， 按周跌 0.33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 63.1， 按周升 2.6%。雖然目前關稅政策依然反覆不定，但西大型新盤銷情理想，對樓市有正面支持，為業主增添信心。減價盤減少，信心指數上升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荃灣、天水圍、東涌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753至約1075平方尺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。